质疑台南议长选举充满着乌警甲乌道的问题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玉辉、市员李中庭、蔡宗和共同召开民进党乌警黑道缠身、赖清德撇不清误双标记者会，要偌请着出面来讲好清楚，莫将这责任全部撒予现任的市长黄伟哲。主要今日要请教赖清德，嘛，甲你的支持的议长讲一个，嘛，甲郭台铭看安怎？我们要请赖清德说说话，你要说标准在哪里？台南市你要做东主县，你所支持的邱丽丽议长也好，咱郭台铭用会外谈多在一起来贿选议员，咱林世杰，咱讲真呢，他过去犯了《枪炮弹药管制条例》有乌的背景，乌交警交行政资源配合，来这个影响这个议长会长选举的结果。我们认为赖清德要讲看看的，我相信，大家拢要听，因为这你要讲不清楚，影响到你未来的形象。我们希望你表达你的立场，到底你当初的主张是安怎？进担是比较早较严重，才一倍，明显甚至无做昨晚的事业对赌，我规亿的，前头单位警察要去查。国民党团更指出，在台南这立甲出这所在，民进党无疼惜家己的支持者，更不管乡亲死活。赖清德在做行政院长时，佫骄傲讲，竞选市长时，更提出打造台南光电城计划，果然全台1/3太阳光电动议备案，甲西电共新开发案，全部拢是伫咧台南的良电、气温以及面铁边，造成收成减少，居民佫承受2个太阳之苦。日能加抓甲乌警乌道，经伫台南环行，这个代志也要请干掉，尽力介入调查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